依然有民众反映讲，伫清水大水门附近的公共便所拢歹了，附近的路嘛拢无平，对一般人来讲已经真歹行，坐轮椅根本无法度煞。县政府是表示讲，因会赶紧来了解，来做改善。来到宜兰清水水闸门旅游，欣赏登山河景致。不过要去公共便所落街的所在，却去有民众讲路无平，根本就无无障碍功能，而且体马甲轮椅是真好出入，连人要行就真无方便。到那里就没办法过了，就变成我跟我老婆2个人抬着轮椅这样上去，真的是无障碍，真的是障碍很大这样子。不好走啊。对啊。对啊，那个轮椅呢？轮椅可能袂使。这间公共便所已经10几年无翻修，设备嘛，洪志义讲已经旧啊嘛坏去啊，完全拢无维护。所以遐人明仔开就人笑，你讲的袂受理，你听有无？拢害到你啊！是啊。便所嘛，拢人你就讲水拢去涂骹落。这间公共便所伫东山河自行车道边啊，真侪观光客拢会来使用，即嘛引起民怨。未来清水水闸门要做改建，这间公共便所要安怎改善？县府嘛当伫想办法。我们针对坡道的铺面我们会先行加以处理让民众的上下有比较安全的一个铺面。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有民众反映，目前因为公厕目前新建的时间已经超过了10几年了，所以这部分有一些设施的部分需要做改善替换的部分，我们会在短期内做替换。县府表示，这间公共便所会先针对坡道的铺面来做改善，公共便所内底设施嘛会积极来替换。未来也会配合清水水闸门的工程，让公共便所的功能更加周至。记者综合报道。